继续做安尼，吼，有这只生理化疗，有这会当生理化疗的，咱讲诶，这会当感染嘛，会当化疗，咱毋是上悬啊，是多少少，咱无咧讲这权利啊，无咧想咧社会上讲，有你就爱听我的，若无就是爱袂安怎，咱这拢对啦。因为伊着这诚心，家己有咧心，有咧付出安尼。咱就互咱诶看到一个迄个仙女大师啊，有个仙女大师就是讲啊吼，伊咧大道诶时阵，拄啊有一个敢若讲有一个迄个中年人吼，来咧家己，讲来咧家己找一本册啦，本册就是讲因迄个这什么册啊？其实台湾有教时阵诶迄个中毒啊吼，就是讲因为拢台湾的歌就是诶吼，拢家己去做伙先做一本册，安尼，伊来就拄啊来呢，拄啊拄着青云法师啊，这本册已经绝版啦，但是青云法师呢，伊嘛无伊是讲伊这是一个工人吼，就毋爱靠伊就足兴奋诶，甲伊接待，然后甲伊讲吼，我来找看卖，吼，就去申请诶，拄啊有一本，就足公平诶，就送互这少年，就这工人啦吼，这工人就问讲。这本我会家偌济钱家买啊，伊讲毋免这本就含你结的安尼啊，吼，这件代志呢，这青云法师伊就拢无去家己记伫咧心肝内啊，伊即摆若伫咧迄个台北，若伫咧迄个，伊拢会伫咧迄个体育馆了吼，去迄个开发会嘛，这开发的时阵吼，那么这个家人呢，伊拢会印一寡这个像迄个青云法师着伊本迄个。台湾诶历史诶中路，家己算几项人结缘安尼啊，算讲几2、3工过拢甲阮持续安尼哦。有一届呢，青云法师伊就是讲吼，因咧道场因为伤细经啊，想要搁扩大。这消息敢若有发布出去，我信徒拢知影嘛吼。有一天呢，这个，若讲这个工人这吼，有一天呢，伊就摸一纸钱啊。我坐纸钱来坐这青云法师呢，伊就甲伊讲啊吼，我是一个规一间细间四间店的一个头家啦吼，咱小小的头家，我唔是讲介绍钱啦，但是吼，我咧甲我遮300万甲捐出建设道场啦。伫咧20几当前呢，伊讲几百万啊？伊讲诶。伫咧迄个当时呢，300万哦，300万就是迄个少数无万的，300万就会当买几啊间厝安尼。这青云法师就问讲嘛，讲你其实我嘛无对你也无啥印象，嘛无对你直接做呢。为啥呢？你会遮尔发心嘛吼？伊讲呢，我当时呢，因为我为着要找一本迄个历史的中路吼，我若去到国道上呢。若看我是一个港仔的这穿衫吼，穿到位啊，大家拢甲我称呼的，无就是爱上安尼。但是我来找你的时阵呢，你遐尔辛苦甲我接待，搁甲安尼辛苦找几半暝的，一本册送我，所以我会感受着讲，你真正人真亲切，真好斗阵啊。所以我愿意付出，我愿意甲这钱报纸，就来做事情安尼。所以你来看。一个人有责任的人，伊会感受人要足主动去为伊付出啦。一个有责任的人呢，嘛足会当感受，互人感受着讲，这个人我对你绝对无毋对啦。所以当然讲这可感人啊，这可化人啊。咱今日修行有就是安尼，咱要互兄弟姊妹会当来融合到，首先就是爱接受咱家己啊，爱以心作则嘛，因为咱有这个。咱就愿意免支持咱咯，因为咱有这个经呢，咱就感受着讲，对你修绝对无毋对安尼啦吼，所以这就是讲，有力者是你做的，有才者就你做的，有道者是你教育吼，有德者是你化吼。那么再来就是讲，欲做可以报喜为地，拄则咱讲啊讲。报喜欲多就报喜之界忍辱，坚持上进必会啦吼。